翻返去新聞時間，施政報告都有提到港獨。林鄭月娥話政府絕不容忍，會無畏無懼依法應對。至於23條立法，佢話未有時間表，但過去12個月發生嘅事，政府唔會視若無睹。陳志永報導。港獨議題今年施政報告都有觸及，林鄭月娥重申政府對鼓吹港獨嘅行為絕不容忍，會無畏無懼依法應對。為咗防微杜漸，會加強樹立一國意識。講到23條立法嘅時候，亦都特別提到保安局上個月引用社團條例採取嘅行動。過去12個月發生咗咩事？大家同我一樣咁清楚嚇，咁所以特區政府係唔可以當咩事都冇發生過。但當然我明白我哋採取咗呢個行動咧，社會係有好多嘅熱烈嘅討論，亦都引起呢啲爭議。咁所以我總結嘅立場啦，喺個施政報告就話我會繼續用心去聆聽啦，睇下揾唔揾到一個方法咧，係可以讓我哋嘅社會好正面咁去為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工作咧嚟到去揾到一個方法去前行啦嚇。咁但係今日你問我有冇時間表咧，我冇呢個時間表。被問到會唔會考慮先重啟政改後推23條，林鄭月娥就話睇唔到點解要將兩者掛鈎。字面上基本法23條就話係要本地立法去做一啲嘢，咁即係其實應該馬上做啊！但係去到基本法45條咧，係最終嘅目的嚇，即係可以係10年後，可能20年，可能30年嚇。咁所以而家仲調翻轉話要45條行先過23條咧，就似乎邏輯上都唔係好講得通嚇。佢話唔能夠罔顧現實，貿然重啟政改呢項工作有幾難，大家都知。現階段好難話有咩時間表。有線電視記者陳志永報導。施政報告建議全面禁售電子煙，又落實喺天水圍以及東涌興建公營街市。陳偉欣報導。醫學界、教育界一片反對電子煙嘅聲音下，政府改變立場，宣布全面禁止電子煙同新型吸煙產品。法例會覆蓋煙彈同吸食用具，例如係加熱器，同時禁止入口、銷售到宣傳。至於個人帶電子煙入境，亦都傾向屬於違法。今個立法年度會提交修例建議。另一個民生議題係買餸貴，施政報告都有提，政府落實喺天水圍同東涌港鐵站隔離起公營街市。東涌嗰度係商用地，政府賣地條款會要求發展商地下嗰層俾政府做街市。天水圍街市就喺天福路，政府亦會喺將軍澳同古洞北揾地方做公營街市。中醫院亦都拍板，由政府斥資興建，出年下半年會向非政府機構招標營運，2024年落成。另一個講咗好耐嘅教師學位化，亦都會分2年喺公營中小學落實，每年額外使多15億。另外每年又會撥多5億7千萬俾公營同直資學校加強行政支援。舊樓業主啦都有好消息，政府話會用大概25億去資助合資格嘅住宅或者商住樓宇，提升升降機安全。有線電視記者陳慧欣報導。喺2年前立法會選舉落敗嘅李思嫣，涉嫌冇按法例規定處理2萬幾蚊嘅匿名捐贈，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訴。李思嫣喺2016年參與立法會新界東地區直選。控罪指佢違反選舉舞弊條例，處理9筆總值22,500蚊，而每項價值1000蚊以上嘅匿名選舉捐贈。根據法例，候選人要確保呢類嘅捐贈唔會用喺償付選舉開支，而要捐俾慈善機構或者係慈善信託。李思嫣獲准保釋，星期5提堂。日本聯賽杯4強首回合，橫濱水手贏得夠晒刺激㗎。係啊，喺補時階段咧，一度俾鹿島鹿角咧就係追平嘅，但係水手去到臨完場再入波，首回合作客險勝2-1。